没有什么玄武城密探。哎，这样一来，我帮韩硕解了围，他自然就把我当自己人了。这大腿抱的真是漂亮。那，三位先生，你们看这样行不行？假设这香蕉觅回密探之时，苹果突然来围剿，橙子挺身而出，救香蕉于水火之中。你们说，这橙子他能获得香蕉的信任吗？二位兄弟，这故事情节以前有吗？我让他有，他就能有。少君，密探拿到了花园城的城防图，与我们子时2刻在护城河相见。城防图。郡主，属下收到密报，今夜子时2刻，护城河有人私通玄虎城密探。谁送来的消息？属下不知。郡主，城主对玄虎城多有忌惮，若您能抓到玄虎城密探的把柄，一定能获得城主的青睐。至于密信，咱们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芊芊刚与韩硕成婚，若此时玄虎密探暴露，您不能处处都为三公主着想啊！郡主，城主未经酌考就将司军一职交给您，是对您寄予厚望。来了，上钩了。我跟你说啊，一会儿等楚楚带人去捉韩硕的时候，咱俩就冲上去，就说是我在这儿约的韩硕，没有什么玄武城密探。哎，这样一来，我帮韩硕解了围，他自然就把我当自己人了。这大腿抱的真是漂亮。那，你又这样再三喊上去，被城主追了肯定责罚你。母后她宠爱我，不会责罚我。主要就是这韩硕，他有疑心病，我得给他治病。知道，知道。怎么没有人？难道走漏了风声？二郡主，有人来了。戒备。我来了！芊芊，怎么是你啊？等，你在此处约了与人见面？啊，对啊。那约的人呢？哦，人们来。这约了吗？三公主，您约了什么人在此等候？可想好了再说。我约了，不是，而且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原来约了玄虎城密探的是三公主，这可是私通敌城的死罪。私通敌城，我可能吗？你别瞎说啊！我被韩硕反套路了。姿势体大，我做不了主。不过我会替你在母亲面前求情的。是啊，城主疼爱三公主，即便是私通敌城，最多不过废为庶人。不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是有人给我发密报，说有人在这儿约了玄武城密探见面。哎，我是来抓人的。带着子睿，
啊，三公主全凭一张嘴，说什么就是什么。那你说我私通嫡臣，那人证物证何在？而且我实话跟你说吧，其实我就是来看月亮的。我这今晚刚好看着月亮圆，我就来了。哎，我这巧就碰上你了，刚好我也乏了。来，子睿，我们回去。哎，得嘞。郡主，您就这么放三公主走？城主平时偏宠她，忽视您，这多好的机会啊！芊芊平时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，实际上胆子最小。通敌这种事情，她不敢做。我猜，若真有玄虎密探一事，定与韩硕有关。也许，芊芊是被他利用了。我早晚要抓到韩硕的把柄。哎，这边。走。此事有诈，那怎么办？将计就计，揪出背后指使之人。